得咧，對於過身嘅人咧，都係需要有個尊重嘅。另外咧，正話有提到17%嘅投票率，換句説話，100個選民裏頭只係17個出嚟投票，咁其他嘅選民帶出嚟個信息亦都好清楚啦。恆常嗰4年一次嘅選舉，所有嘅選民都有權利去投票，亦都可以有個參選權。但係呢一次係無必要嘅參選，咁亦都係嘥咗1億2千萬。我唔知佢哋兩位每個人嘥咗納稅人2000萬，而家目的未達，係咪每個人都要回水2000萬呢？對於香港嘅市民，佢哋都要負責任㗎。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漏洞堵塞咗嘅話，將來就唔會發生同類嘅事情。